哈利路亞，兄弟姊妹們，感謝主！你看，你睇身，你看有人爬上出嚟嘅個苦裏啲，苦啊！我都上頭啊，我在苦上你去到啊，在我經書啊馬可福音5:20節，耶穌過呢片苦信過安片苦信，按多人雖然嘅個窮下，在呢片實苦信嘅啲啦，都要熱責嘅按多耶路呀，耶路都打理了個新主人新堂了新堂都做嘅，所以叫馬可福音5:23都有人講到，佢個妹子都不平，佢講我爭啲事實，佢來求耶穌，看到耶穌要求耶穌幫佢個受恩受嘅妹嘅啲，是了佢唔係寫嘅樣講，記得。爭啲事實呀，佢求佢呀，點解唔係爭啲事實？呢一隻嘅三倍你喺度啊，我相信啊，自家嘅平安也係爭啲事實，自家家庭度嘅平安快樂，按多也爭啲事實，自家嘅頭腦生活也按多爭啲為事實，自家嘅工作也按多爭啲為事實，把緊自家嘅侍奉上帝，自家侍奉也未爭啲事實。但係我講兄弟姊妹啲，自家嚟求主耶穌，嚟救乜自家，搬自家嚟反向嚟，呀，從呢一個經書上講到，所以馬可福音5:36，耶穌冇隨佢嚟講。但係呢一個耶路點點求佢，佢講是強，你相信就好了啊！或者係講兄弟姊妹世間呢頭要乜嘅問題都好，是強，你相信耶穌就好了。但係相信耶穌好呢？因為到了馬可福音5:41，然後耶穌來到嘅木卡。班嘅妹嘅少嚟講，佢講熱佢咪打理打工啊，意思咪佢係安娜啊，我講呢啲行嚟啊，記得啦，但係佢不平，揭實字，佢做到佢把講爭啲事實，物廿人畫到一時間過何叫時間，佢咪都係事實了呀。但係耶穌含呢個耶路是強，相信就好了，佢班嘅少，佢寫了寫課行嚟。結果呢一個社會就係反生復發，或者要善者在耶穌嘅方面。你係兄弟姊妹，要咪問題咪苦衷，嚟求耶穌，因為計為爭啲事喺度，把緊事喺度了。你求耶穌，耶穌能做善者本意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善者就一定發生。阿薩一條心相信嘅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